我是说，就我是说，比如除了运动咯，都同这种赛会，就是要标运动，就是讲，农户被他使用的，这个不用完全农户的这些力量之后，比如你要从一点地方去这些路上的。没有，他们是中国老师是厉害的。咱家如说这个老辈我们学。